没有几肥几瘦的讲究，有的还带着骨头，这是属于艾丽的韧性。农业来，钱多的人也来，以前都也来在这。烤肉最主要的功能是解馋，但对这位乡村体育老师来说，从现代医学角度理解烤肉才更显专业。我是3级高血压嘛，280、290左右的血压，我现在吃烤肉的话也下来了。肋排是羊身上的精品部位，一根根分别割开，方便入味儿，依然是盐和孜然的搭档。唯一的区别是面粉又被去掉了。羊排是烤架子肉的首选。此时馕坑中的热量水平已经略有下降，是羊排喜爱的温度。铁架的存在使羊排受热更为均匀，也形成了更多焦脆入味的表皮。这个外皮吃的特别脆，然后里面特别嫩。